當你聽朝仲食住麵包趕返工嘅時候，地球嘅另一端，中東地區，以色列空軍揸住美國最先進嘅 F-35戰機劃破長空，打破咗中東世界和平嘅寧靜，整個西亞嘅夜空變得唔再安寧。以色列突襲伊朗嘅核子設施同埋軍事重地，好多伊朗嘅軍方高層，包括參謀長在內，都喺呢一次代號叫做紅獅行動中遭受打擊而傷亡。雖然戰火只係局限於呢一兩個國家，但係恐慌卻蔓延到全球。一槍炮擊聲令到道指下跌800點，標普下跌70點，令到即將破頂嘅美股再次受到挫折。財富亦都從帳面上蒸發咗幾千億嘅美元，原油期貨、黃金瞬間飆升。如果你有追開發仔嘅片，相信呢啲事已經見慣不怪㗎啦。因為早喺2年前，我已經出咗一條片講過，地區戰爭、流血事件往往就係美股買入嘅機會。尤其係如果你同我都係一樣，奉行長期投資嘅策略，視優質美股為長期合作夥伴。我哋都想喺投資嘅時候安心瞓覺，享受財富增值。依家最關心嘅係呢一次嘅地區戰爭到底係低位儲貨嘅黃金機會，定係長期熊市嘅開端呢？發仔就覺得前者機會較大。今次可能係今年繼特朗普貿易戰之後第二次得來不易嘅低位儲貨機會。華爾街有一套規則，喺槍炮戰火中買入，喺悠揚嘅音樂中賣出。咁我哋回顧返歷史，睇返歷史數據，發現咗無數鐵證支持咗呢句說話。首先係1990年8月，伊拉克入侵科威特嘅時候，美股 total 下跌咗20%，出現咗坊間定義嘅股災，石油更加飆升1倍。隨住以美國為首嘅聯合國部隊介入，迅速嘅行動並且取勝，市場突然間對整個美國市場充滿信心，突然間回升，美股迅速反彈，並且喺4個月內已經收復晒所有失地，甚至乎破頂。破頂咗之後再升多10%。美股之所以能夠迅速回升，主要係因為美國能夠迅速平定戰爭，迫使對方向自己妥協，並且達到某一啲嘅政治目的。另外一個例子呢，就係2003年美軍嘅軍事行動推翻咗薩達姆政權，平息咗亂事之後呢，意味住3年嘅熊市終結，並且開啟4年嘅大牛市。市場呢，最討厭唔係打仗、混亂又或者經濟差，而係不確定性。因為不確定性會引起無數人嘅猜測、真假消息、恐慌，尤其是依家 social media 發達嘅時代，消息傳播得更快，美股嘅波動都嚟得更大同埋更急。所以戰爭一旦爆發，有機會被市場定義為壞消息出盡，而局勢一旦被控制，市場往往會以報復式反彈修正返之前恐慌性嘅跌幅。當然啦，世上就冇絕對嘅，沒有100%發生嘅事。喺1973年嘅石油禁運事件，石油由每桶$3急增4倍去到$12。當時石油係世界上最重要嘅能源供應，石油價格嘅急升破壞全球經濟，令到美國陷入咗長達2年嘅滯脹。美股即刻步入熊市 ，S&P 指數下跌超過40%。你可能會擔心今次會唔會上演類似1973年嘅石油禁運呢？有幾條問題值得你去諗一諗。第一，特朗普能否迅速平定戰事，令到伊朗就範呢？第二就係美國已經成為咗全球最大嘅產油國，加上新能源已經漸漸普及，中東國家對經濟嘅重要性係咪已經不如以往呢？咁相信呢兩條問題都好明顯㗎啦，但係我哋作為長期投資者啦，行事必須更加審慎，唔會因為表面一啲好顯而易見嘅證據啦，而去做一啲投資決定嘅。我哋現兜兜將啲錢投資喺有潛在回報嘅公司上，犧牲而家嘅購買力，目標就係希望未來得到一筆可觀嘅財富啊嘛。唔一定話要揸靚車買豪宅，但係要過上舒適嘅生活啦，我哋都希望噶嘛。嗱，老實講，如果單憑個別事件啦，又或者歷史數據，其實真係唔足以說服發仔去冒險噶。我認為更加重要嘅係 make sure 自己有一套嚴謹嘅交易策略係更加重要嘅。咁發仔喺呢度呢，就分享幾個大方向俾大家，等大家可以參考一下我嘅投資邏輯。第一，永不 all in 啊！發仔永遠留有至少20% 嘅現金以備不時之需。
因為天有不測之風雲，我哋未必次次都做得啱投資決定。我哋必須要保留現金，預防一啲意料之外嘅事情發生，就好似買保險咁樣。而我哋留有20%嘅現金，就好似對生活嘅一份保障，一筆保險咁樣啦。不過呢一筆保險呢，係唔需要靠經紀幫你去 claim 嘅。第二點呢，就係唔跌唔買，股災減價嘅時候先買。所以股災咧對我嚟講啦，或者對我呢班 TG Group 友嚟講啦，都唔係一件壞事嚟嘅，因為只有當佢跌嘅時候，我哋先有機會買到平貨。第三點，我哋分批買入，避免同一時間買太多嘅股票啊，咁就可以分散時間上嘅風險啦。第四點，回報夠高先值得買啊，即係話至少要獲利50%先考慮離場嘅。如果你有5年以上嘅長期投資經驗，即係話你唔係買完股票彈出彈入嗰隻，而係真係揾到一啲你值得長期投資嘅公司，然後買進之後長期持有佢5年以上，其實都真係好容易做到㗎咋。咁發仔透過 YouTube share 自己嘅理念，差唔多已經2年㗎啦，入邊至少有4隻股票已經獲利超過100%，所以發仔做到呢，其實你都做到。我都希望你唔係再喺屏幕隔住睇人哋點樣賺錢，而係確實自己一手一腳穩股啦，之後買入股票，長期持有，等到佢獲利100%先至慢慢沽出，將其他人嘅獲利經驗轉化為自己嘅經驗，然後從經驗中學習，獲得一個真正獲利100%嘅能力。以後無需要再靠其他人，唔需要再依賴其他人，自己獨立完成一套策略，自己賺錢，獲得真正嘅財務自由。好，第5點亦都唔係咁重要嘅，就係盡量買啲市值大嘅公司。咁呢一點呢，發仔喺 TG Group 入邊呢已經講過啦，咁我就唔多講啦。發仔喺個 group 入邊做咗個比喻㗎，即係以香港飲食業結業潮作為一個例子。規模大嘅公司往往都能夠堅持到最後一刻，捱過經濟嘅寒冬。當經濟復甦起嚟，佢嘅品牌日價就會大大增加。規模比較細嘅本地餐廳其實都已經執得七七八八。例如金記餐廳，又或者海皇粥店咁樣，規模細嘅就自然被淘汰。咁規模大少少嘅，你就可能會覺得比較安全啦。例如大快活、大家樂，甚至乎百佳，佢哋相對冇咁易執笠，你亦都會對佢哋有信心少少。咁我哋再講一啲規模更大嘅國際公司，例如 M 記、可口可樂，你係咪都會覺得佢哋好難執笠？點解呢？因為佢哋嘅歷史悠久、規模龐大。佢哋嘅品牌價值已經好深刻咁樣烙印咗每一個人嘅潛意識入邊。佢哋退出市場嘅機會係咪減少？咁同樣道理啦，喺美股市場入邊，只要佢規模龐大同埋歷史悠久，咁佢退出市場嘅機會亦都大大減少，亦即係相對安全啦。發仔就係一路長期堅持實行以上呢5大方向，基本上你嘅損失有限，而你嘅回報係至少50%以上㗎。咁實際落到你袋嘅回報有幾多呢？我就唔會畫大餅啦。咁因為每個人嘅投資喜好都唔一樣㗎。有啲人中意飲可樂，有啲人中意飲 Starbucks， 有啲人中意食 M 記。咁你投資取向唔同，亦都會影響到你嘅回報。所以實際回報係幾多？答案係因人而異啊。而當中一個影響你回報嘅重要因素就係你嘅心態啊。你可唔可以喺一個市場恐慌嘅氣氛下夠膽買貨持貨？你能夠平靜地面對恐慌，唔俾今次嘅戰爭，又或者以後未來更大嘅不確定因素影響你嘅投資，咁呢啲嘅回報先至係真正屬於你嘅。發仔今年就決定同大家齊上齊落，有任何問題想問我嘅，咁我都開咗一個免費嘅 TG Group，分享今年2025年股災必儲嘅股票，咁我亦都會喺入邊分享今年10隻一定會買嘅優質股。亦都希望能夠同大家共同成長，因為識得利用股票作為成長嘅工具，亦都係必須㗎。股票市場日日都可能出現變化，你要做到平均15% 以上嘅回報，一定要與時並進。喺個 group 入邊有問題嘅，隨時問我，咁我都會定期去發佈一啲唔同嘅文章同大家互動。咁因為我都比較 hea 啦，有時出片呢都比較嘥時間，未必一個禮拜出到一條片。反而喺 TG Group 分享嘅話呢，就會方便好多啦，因為只需要打文字就 OK。咁如果你想接收到我多啲資訊嘅，咁就可以 subscribe 我呢個頻道，然後再加入 TG Group。咁我哋 group 入邊見，拜拜。